今日新闻头起先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的关税政策又有变化，75国延后收对顶关税90天。虽讲今日台股是开盘就随起1630点，达到18256点，是这有史以来起了上界多，超过9000间公司涨停。这尾盘是又有杀起哩，收伫咧19000点。不过，这分析师就警告投资人，这国际关系变化是真紧，关税影响原在，当时当徛起哩2万点，也搁爱观察。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政策大转弯，美股四大指数随大起，70台股大盘加权指数冲悬，开盘18256点，随大起1630点，嘛达到上悬19021点，创下台股史上上大起点。股民的心情会当讲起落真大，也就是可以好好睡觉，心情是有受影响啦。有买股票的应该没有办法太安稳的。就昨天半夜突然惊喜，我做台股的夜盘，我买进台积电，我已经赚40块了。现在的盘讲真的啦，都是短线操作。看股台积电嘛，伫尾盘直接扭关78块，以858块起停。70早盘同款开关863块，比前一天收盘大起78块，起停锁死。另外，上市贵公司阁较有超过1000间直接起停。不过，关税战的影响，台股市值3天就消息12条，清明节后股民平均了93万。专家警告，后续还有一寡问题。其实这个关税的这个战争的阴影呢，其实还并没有解除哈。那主要有2个原因，第一个呢，就是他现在呢，川普只是宣布说，暂缓90天而已，还是有很多的台湾的厂商呢，在中国大陆呢，他们的这个有设厂。除了国际形势持续的变化，车到上市柜融资大减437.06亿，创下新高，可能未压到未结束。专家分析，若是个股持续到明仔载也真强，可能会比较较稳健。不过美股影响大，利多消息需要后礼拜一才有法度完全消化。大盘是不是会当个重回2万点，也有待观察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